大家好，我係金融科技界嘅林寶儀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中國嘅地產界巨頭企業鴻榮園集團。呢個集團係中國深圳本土嘅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，總部喺深圳市。集團以房地產開發為核心業務，同時涵蓋咗商業營運、房產同埋金融投資、物業管理、高端酒店等等領域。喺華南地區，尤其是係深圳嘅房地產行業，係標杆企業之一。今日我想特別提到嘅就係一方城同埋一方天地。喺啱啱嘅星期六，我見到四處都係人頭湧湧，食肆排長龍，見到嘅都係笑容滿面，幸福指數滿滿。鴻榮園集團創始人賴海文先生係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，潮汕籍企業家，早年通過建築工程同埋舊城改造項目起家，喺1991年通過合作開發方式摸到房地產行業嘅門路，喺26歲嗰年創立咗鴻榮園集團。賴海文先生亦以低調務實著稱，專注喺深圳本地市場開發，被譽為深圳舊改之王。悶聲發大財，喺深圳寶安侍服咗10幾年嘅賴海文先生，帶着鴻榮園成為咗當地嘅地產巨頭。同我一樣都係潮州人，愛拼才會贏。賴海文先生嘅創業及企業精神，充分發揮咗中國人穩打穩紮、堅毅努力嘅精神。現任鴻榮園集團總裁就係賴俊林先生，賴海文之子，主導集團多元化轉型及資本化運作。而賴俊林胞弟賴柏林先生則更偏愛於金融領域。喺賴俊林兄弟嘅加持下，加上集團獨特嘅競爭力，相信有好大嘅發展空間，一定可以越做越強。集團嘅核心競爭能力係乜嘢？鴻榮園集團以高價值土地儲備加上強勁嘅營運能力為核心，尤其是喺深圳稀缺地段嘅項目開發中佔盡優勢。集團嘅未來方向將會加速向開發、營運同埋資本模式轉型，並拓展大灣區及全國市場。我嘅專業係金融資產管理，所以喺資本端方面可以採用多元化嘅融資及資產證券化嘅策略。建議有3個核心策略可以考慮。第一，多元化融資就係通過唔同嘅渠道，例如銀行貸款、債券發行、股權融資等方式嚟降低融資成本，優化資本結構。第二，資產證券化 REITs。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將成熟嘅物業打包嚟發行 REITs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，實現資產變現，回籠資金可用於新項目嘅開發，將租金收入以股息形式分配俾投資者。最後一個建議嘅策略就係與基金公司及戰略投資者合作。好啦，暫時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對於以上嘅分享有任何問題，可以留言俾我，希望可以喺資本增值策略上為你提供最合適及最具效益嘅解決方案。感謝你嘅 like、轉發同埋心心，記得關注寶芝林，我哋繼續深度求索、求知求真。我哋下次再探索其他有關資產管理嘅問題啦。拜拜。